大家平安啊！我们要一起来开始今天晚上的共读。我们要先请洪泽来带领我们大家来做会前的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又再一次的在线上的聚集，一起来攻读神你的话语。也请你赐给陈柏志牧师有清晰的口条，能够让我能够传达你想要请他传达给我们的旨意。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保持聪明的心，可以来领受这些话语。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洪泽。那我们昨天讲到历代志下27章，有这个约坦王。好，那约坦他没有犯什么大的错，但是他只有一个阴影，就是他的父亲在圣殿里面长了大麻风，以至于约坦他没有参加圣殿，没有进入圣殿，或是现代中译本写的他没有参与圣殿的礼拜。那对他的最大的影响呢，就是造成他的儿子亚哈斯没有在圣殿的信仰当中得到造就。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他的儿子亚哈斯。那亚哈斯他做王是16年。好，那在这16年当中呢，可以说是南国当中最糟的一个王因为他拜偶像拜得非常迷，拜到一个程度，就是把自己的儿子都献给了偶像来烧死甚至让百姓犯罪，甚至他让整个国家也跟着堕落，还被再一次的被这个北国以色列和亚兰所攻打。后来亚哈斯呢，他战败，他求助亚述王，但是呢，亚述王并不是真正来帮助犹大，最后反而是要来消灭犹大。所以亚哈斯呢，在他遇到这么多灾多难的时期他没有去检讨他的问题，反而这个病急乱投医让这个国家陷入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当中。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好，那我们先请洪泽带我们来读今天的历代志下第28章。好，请从第1节先读到第4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20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不像他的祖先大卫一样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他却随从以色列诸王的道路，又为巴力铸造偶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走的外族人所行可厌恶的事一样，又在丘坛上、山冈上和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好，谢谢。那亚哈斯20岁做王好，这一段是有一点争议。那因为后面提到说他生西西家的年纪，好，那如果他20岁做王16年，那他只有活到36岁，好，那他可能就在11岁就当爸爸，就生了西西家。好，那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不一样，有人认为是抄错，好有人认为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好，但我们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资料来确定，好，所以还是按照圣经所看到的，他是20岁的时候登基。那他的父亲怎么死的并不清楚，所以这当中怎么交接，发生什么过程，我们昨天只有看到在列王记下的补充，就是他的父亲被邀请去加入北国以色列和北边的亚兰一起去抵抗这个正在强大的亚述，但是他的父亲约坦不愿意，所以呢他就反而反而是约兰和以色列就一起来攻打南国犹大。好，但是呢，这里讲到他效法北国以色列，所以亚哈斯的妈妈是谁？好，这里没有提到。我们会看到南国的王几乎都有提到妈妈，好像乌西亚的妈妈、乌西亚的外婆都是耶路撒冷人，可是呢，只有亚哈斯没有提到妈妈，所以这是很特别。所以他的妈妈可能也有这个
也有可能有相当的影响。亚哈斯王，亚哈斯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掌握，上帝已经掌握，跟亚哈好这个名字好听起来很接近，但是呢，他的母亲是谁是个谜。那他没有做上所对的事情，甚至在新嫩子谷，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好烧香拜偶像，还把自己的儿子当烧化祭献给偶像。好，所以那个儿子应该不是不是长很大的儿子，可能是刚刚出生，好，或是婴孩的时候，好，就把它烧了献给神哦。好，效仿原住民，这个我们昨天有看，所以这个就是亚哈斯他一开始的恶行，好，从他20岁当王，然后这16年当中所做的。好，接着再请洪哲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7节。因此，耶和华他的神把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击败他，掳走了他很多人民，带到大马士革去。神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就在犹大进行大屠杀。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犹大1天之内杀了12万人。全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王宫的总管亚斯利干和王的宰相以利加拿。牧师，你说念到第几节？这一节第7节。好，谢谢。好，那所以我们昨天已经有提到这一段，那就是简单说，他再一次被让南国耶路撒冷甚至是圣殿被掳啊。上一次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在亚玛谢历代志下25章的时候，亚玛谢当王的时候，他去挑战北国，好，结果被北国约阿斯王好所打败。现在呢，换他亚玛谢的儿子的儿子好的第4代，好，又再一次遇到同样的事情。好，那北国甚至这次在1日之内呢，就杀死了这个犹大12万的精兵，一天哦，这个很难想象，一天可以死去12万人，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惨败哦。好，那应该是北国和亚兰联手，甚至还有20万的儿童妇女被掳去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一个上帝很大的一个管教，可能就是因为他拜偶像，把自己的儿子放在火来焚烧，等等这些的恶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在这当中呢，上帝透过先知来对亚哈斯王说话。请洪哲带我们来读从第8节来读到第13节。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兄弟中掳走妇孺共20万人。用这个耳机我都好像是听到有麦克风没有关的声音，其他请记得关一下麦克风。洪哲请继续。又从他们中间夺取了很多战利品，带回撒玛利亚去。那里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名叫厄德，出来迎接回到撒玛利亚来的军队，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因为恼怒犹大人，才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却怒气冲天，杀戮了他们。现在你们又想强迫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做你们的奴婢，难道你们自己就没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吗？你们现在要听我的话，把你们掳回来的兄弟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的震怒已经临到你们身上。于是以法莲人的几个首领，就是约哈难的儿子亚撒利亚、米什利莫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加和哈德来的儿子亚玛撒起来阻挡从战场回来的军队，对他们说：你们不可把这些
俘虏带进来，因为我们已经得罪了耶和华。你们想增加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我们的罪犯实在严重，耶和华的震怒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了。好，谢谢。好，所以从8节到这里，我们看到北国呢是杀红了眼哦。好，那连南国是自己的亲戚，12支派当中的亲戚兄弟国，好都不顾。但是在这当中出现一位先知叫俄德，俄德先知并没有出现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而且只有出现在历代志下才看得到他。那他这个先知呢，好，这个俄德的名字就是复原者，就是医治。来医治，所以呢，他出来警告北国，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弟兄？没有想到北国居然听进去了，所以在13节，俄德对他们的劝告之后呢，俄德的重点是不要把那些俘虏带来这里，因为我们已经得罪上主，他早该处罚我们的，你们现在还要作恶加深我们的罪吗？我们的过犯已经够重了，上主的愤怒已经临到以色列了。好，昨天我们从这个图表当中可以看到，北国其实已经在他最后的几年当中在亚哈斯当王的时期，就是这个从米拿县、比加辖，然后在比加，那比加后面就是接到何西亚，好，所以是在最后何西亚王的9年当中，但即便何西亚王当这9年，其实是北国也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遭遇，因为他们必须要联手，要去找人来抵抗更强的人，所以他们也活在这样存亡的关头。而这个俄德呢的这样劝告呢，居然有生效，所以这些军人呢就把俘虏战利品交给他们的领袖，就是让这4个人，所以这4个人是以法莲的领袖，都是属于这个北国的支派，那他们就愿意听从俄德先知俄德话。好，那再请洪哲带我们来读14节和15节。于是军队把俘虏和战利品都留在众领袖和全体会众的面前。上面提过的那些人就起来，领走那些俘虏，从战利品中拿出衣服给所有赤身的穿着，给他们穿上鞋，给他们吃喝，又给他们抹油，又把所有疲弱的人放在驴子上，把他们送回棕树城耶利哥他们的兄弟那里，然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谢谢。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段也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个这个耶稣所说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北国人，可是他却来帮助南国犹大人，被强盗抢了。但是前面有祭司，有利未人，他们都视而不顾，就是南国真正的祭司利未人，反而是北国的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在预表了耶稣所说的比喻。所以我们下次再看到耶稣的所说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其实的出处呢，就是来提到这段历史，就是在亚哈斯当王的年代，就有这4个领袖，这是一个，另外还有4个领袖。所以刚才我们说俄德的名字叫做复原者或是医治者。好，那在耶稣的这个福音书当中，有一个瘫痪的人是谁呢？4个朋友，这4个朋友呢还把屋顶拆了，从上面垂下来，放到耶稣的脚前，让他的朋友得到医治。好，所以这4个朋友跟这些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是结合在一起，都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见证。所以即便4个朋友名字有被记载下来，那俄德名字有被记载下来，但是让我们看见上帝透过这样的事情来表现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透过先知所说的。好，那接下来亚哈斯他好像有得到喘一口气的机会，没有被杀，被这个灭种，就是国家没有被除灭尽尽。可是呢，亚哈斯做什么样的举动呢？却是让人跌破眼镜。好，那再请洪哲让我们来读16节到21节。那时亚哈斯王派人去求亚述王帮助他，因为以东人又来攻打犹大，掳走了许多人。
非利士人也侵入了高原和犹大南面的众城，占领了伯示麦、亚伦、基底罗、梭哥和属于梭哥的村庄，廷纳和属于廷纳的村庄，紧锁和属于紧锁的村庄，并且住在那里，因为犹大王亚哈斯在犹大放纵邪恶，大大地冒犯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来到他那里，不但没有援助他，反而欺压他。亚哈斯取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以及众领袖家里的财宝，给了亚述王，但也无济于事。好，这段记载呢，在列王记就可以再看到同样记载。好，前面已经有2个麻烦了，第一个就是亚兰跟第二个是以色列，2个来找亚哈斯的麻烦。好，那亚哈斯呢，好，他也无计可施，好，但是还是上帝派先知出来出手，好，制止。但是呢，亚哈斯呢，好，却做什么呢？他去跑到，好，看一下地图，跑去亚述，亚哈斯在这里，他在耶路撒冷，好，他呢大老远去求亚述来帮助，所以亚述这时候正兴起哦，在乌西亚王，好，南国乌西亚王和北国耶罗波安2世的时候呢，亚述还是非常的没有那么强盛，可是他渐渐强大起来呢，好，那亚哈斯听说他们很强，就把他们找来，好，说来帮我干掉亚兰，再干掉这个以色列，帮我报仇，好，他想的算盘是这样，可是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因为有非利士人，所以是第3个，亚兰、以色列，第3个非利士，还有呢，第4个是第3个是以东人，对不起，前面讲到是以东人，第3个非利士人，第4个，好，所以现在呢有4个敌人来攻打他，所以他就找了这个亚述，一次来帮他解决。可是呢，这些城镇看这些地图，就是通通都集在刚才提的这些地方，就是都在南国犹大的境内，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好来住在那边，好，所以呢就让他们就是从亚述可以一路就来到南国，可是呢以这个亚述呢却不是按照亚哈斯心中所想的这样，好，反而在第20节说，亚述皇帝不但不帮助亚哈斯，反而敌对他，找他的麻烦。好，所以现在4个麻烦，再加上第5个就是亚述啊。好，所以这印证一句话，就是台语说“请鬼腿有端”啊，好，就是病急乱投医。好，你这个正在病得惨的时候呢，还乱迷信，好，然后乱听道听途说哪个药有效，哪个药有效，什么特效药，就病急乱投医，好，死得更惨。好，所以这次呢，亚述来，好，那我们在这边看不到，我们可以在列王记看到这一趟呢，亚述来，好，他不是空手而返。这一趟亚述来的时候呢，他不仅灭掉了亚兰，好，也灭掉了几乎也灭掉了以色列。那这一路来呢，甚至呢就直接要进入到犹大地方，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何西亚，其实呢就是在亚述的手中被灭掉。为什么亚述会来呢？好，就是南国的王亚哈斯去请他们来的，好，所以也算达到他的目的，但是没有想到自己增加第5个敌人，就是亚述。好，所以即便呢后面讲得很清楚，即便他把圣殿还有王宫，好，这时候圣殿一直被扒皮，早就值钱都没拿走，现在再去里面挖一挖、敲一敲，还有什么值钱的，好，都给了亚述皇帝，但是亚述皇帝还是要南国犹大的命啊。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22节到27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竟越发冒犯耶和华。他向击败了他的大马士革的神献祭，说：亚兰王的神帮助了他们，我也向他们献祭，使他们也帮助我。
他们却使他和以色列人灭亡。亚哈斯把神殿里的器皿收集起来，把这些神殿里的器皿都击碎了，又封闭了耶和华殿的各门，并且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角落建造祭坛。他又在犹大各城建造丘坛，向别的神烧香，惹怒他列祖的神。亚哈斯其余的事迹和他一切所行的，及一生的始末，都记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斯和他的列祖同睡，埋葬在耶路撒冷城里，但没有葬在以色列诸王的陵墓里。他的儿子希西家接续他做王。好，谢谢。那在这一段提到呢，已经这么惨了，亚述都要来要南国犹大的命。22节说，在最艰难的时候，竟比以前更加得罪上主。前面他杀自己的孩子，献祭给这些的摩洛神，给这些的巴力，然后呢烧香拜偶像，然后呢又去又做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但是上帝更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犯了跟他的阿昼，就是亚玛谢，亚哈斯的阿公就是乌西雅的爸爸就是亚玛谢。亚玛谢也曾经这样，就是他去打败了以东，结果居然把以东的神明请回来拜啊。然后呢，上帝叫先知去警告亚玛谢，这在25章的地方，就这个亚玛谢还生气，还叫这个先知住口。而亚哈斯呢，他都看到亚兰被打败了，亚兰就是叙利亚被亚述打败了，他居然去把那被打败的亚兰叙利亚的神明请来，而且他都把他心里面的想法都说出来了。叙利亚人的神明帮助了叙利亚诸王，如果我向他献祭，他也可能帮助我。但是亚兰叙利亚显然是没有办法胜过亚述，但是呢，他判断情势错误，引来自己的杀机啊，所以呢，他做了这些事情，让自己的国家遇到更大的灾难，甚至他还自己主动把圣殿所有的器具都打碎。哇，他真的是在极难的时候，他越不相信神，越不依靠神，上帝越管教他，他心越刚硬。这就看起来很像是出埃及的这个法老一样，心越刚硬，已经第1灾到第9灾了，心更刚硬，上帝只好用最重的灾难来管教。而且呢，他的爸爸约坦才把圣殿的门开通了，北边的上门开通了，就呢，他还封闭圣殿的门，不让祭司不让人进去，然后呢，让耶路撒冷各地设立祭坛在外面来烧香，所以他根本就是跟上帝杠上了，所以这些事情都被记载下来，所以最后呢，亚哈斯他应该就是死在这个什么原因死的，我们并没有圣经并没有写，但是他死后呢，他的儿子希西家做王那希西家的部分呢，我们会在很多地方看到他，除了历代志列王记，还在以赛亚书当中都有特别的2章讲到关于希西家当王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候，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看。但是呢，我们看到亚哈斯他只有做王只有36年，20岁的时候做王，然后做王16年，36岁，也算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上帝就把他取走他的性命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做王，或是他真的是被拉下台，这个百姓不要他了，然后呢把他打入冷宫，所以最后说他没有葬在王室的坟墓，只能够像一般的平民一样葬在耶路撒冷那这个是关于亚哈斯他的最后的终局，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到。但是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亚哈斯为什么这么糟糕？亚哈斯为什么这么坏？其实呢，多多少少都跟他的父亲有相当的关系，因为他父亲没有给他一个好的榜样。还记得我们昨天27章讲到约坦效法他的父亲乌西雅，但是呢，亚哈斯就没有父亲的榜样可以效法，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不去教会，他的父亲就是不去圣殿，不去参加礼拜，
以至于这个儿子呢，一坐上这个王位，戴上权力的魔戒，为所欲为，变本加厉，然后呢，到处的迷信，所以让这个国家非常的糟糕，一天死了12万人，然后20万人被掳走，这个国家大失血。可是呢，亚哈斯不晓得可以做什么，只想到他唯一想到办法，就是再去请鬼拿药单，就去找流氓，找人来维持，找这一些的黑道分子，来替天行道。结果呢，自己也被上帝给解决。他们从今天亚哈斯的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学习和提醒，也成我们的借鉴。当我们越危急的时候，越要信靠上帝，就如同西西家。所以我们明天之后看到西西家的这几章当中呢，可以看他如何在最危急的时候，他怎么样来求告上帝，上帝怎么样与他同在，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需要成为下一代，我们要从上一代学习，要成为下一代的榜样。如果我们没有成为他们榜样，以后下一代会怎么样胡作非为？从圣经当中都让我们看到真的是胡作非为。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洪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得到许多的提醒，虽然都是悲剧，虽然都是让人遗憾难过的事情，但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知道远离上帝的下场，或是远离上帝的殿的下场，结局就是沉沦，结局就是灭亡。也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谨守我们的一切，能够在上帝的家中紧紧来依靠你，敬拜你，服侍你，如同约书亚所说，我和我家都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平安。谢谢牧师。